大家好，紅豆泥啦，今次提供第6場6號彭越，狀態頂尖，同程一貫2亞經驗足，負磅127磅無壓，衝刺力穩。4號小飛俠，同程冠軍底蘊，負磅減3磅輕鬆，評分穩升，直路潛力大。8號開心宇宙，狀態佳，同程一貫1亞1季，126磅負磅的配，穩守前3。1號本領輝煌，同程1亞1季經驗豐，雖狀態平穩但基礎紮實。3號江南勇士，同程冠軍背景，負磅無懸念，評分穩定，或憑韌性突圍。第8場1號得心之羽11號刺烈神驅6號勁先生3號蒸蒸日上4號實力哥。第10場5號勇冠群英1號至尊高超7號糖不甩11號一定掂3號不同世界。希望為大家帶來幸運，記得訂閱分享按讚，你的支持，我的動力。